真正令我们忧心的是，这些年来，统一的声音在台湾日益微弱，中国认同更成为了台湾政坛的禁忌。当民进党再度取得执政之后，紧抱着台独的神主牌，拒不承认9·2共识，更在下一代的教育里推行去中国化，让两岸下一代的心灵的距离日渐遥远。而台湾很多年轻的一代，也因为缺乏对历史的正确了解，甚至将两岸的关系错误理解成互不隶属的侵略与被侵略者的关系。这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为荒谬的谎言，也对两岸关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那些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者，为了一己私利，不断地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煽风点火，制造冲突和战争。倘若两岸一旦轻起战争，牺牲的永远是炎黄子孙，死伤的都是华夏儿女。而那些自私自利的野心家，却可以在他们所构筑的世界体系里，干干净净、体体面面的穿着自由主义的外衣，继续以秩序维护者、规则制定者的姿态，耀然于世界的舞台。正因为如此，我们两岸的中国人绝对不能再让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在台海挑拨离间，制造仇恨。两岸本来就是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一家人，无论从历史、从法理，还是从文化、从血缘来看，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从来不会改变。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两岸未来的统一更不容许外部势力指手画脚、横加干涉。有句话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即便背负了再大的压力，遭逢再多的误解，为了两岸的和平，为了未来的统一，为了民族的共荣复兴，更为了传递正确的价值与信念，我们都必须站出来振臂疾呼。